都会做因伊即个土地上吼，因伊做食到因伊即个青树种的菜吼，食到了当有成就感。有机蔬菜吼，因伊咧上网做一只方向出来吼，他们生意迄家是有兴趣，要家人做哦，佢咩有一只方向。对了，因伊啊土地吼，咩係一只当好的一只方式啦。前几年就看到个食安风暴啊，吼，当到无形的油啊，吼，危害人的健康啊，吼，挨到的油就是食食菜菜吼，买个东西来挨到就做挨各种的油出来，买个化学的东西咩唔可以留，就希望讲接下来吼，行起做得吼留了好油，全部后台的人吼，全部做得食到好的油。养着条从前，春风过去，强凉多，红梅爱哭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风里风，太初本年，苦渐渐。酒处处甜归烟，年年人团圆。日东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杨妹，係個充滿懷舊回憶嘅細節。到了特別還蠻耐看得到客家人嘅日常生活。兩位地都冇上市嘅鬧熱，不過上有一群人願意丟下簡單嘅來到家鄉來做夢，為了舒服活下人，為了舒服腳下嘅土地，也就為亞嘅城市帶來無同樣新嘅風景。今日就在呢民族鄉下來哩亞嘅素材，嚟感受單純嘅感動，來哩。楊梅頭擺按到楊梅啦，係一個無鐵超過開發嘅鄉鎮，還有當到老街區，富岡老街就是其中之一。1929年，鐵路架嘅副線設立了富岡岔頭，為了個細鎮上來嘅人潮。後來鐵路設備咧，富岡鬧熱嘅情形你就冇咧。不過兩邊還有一間老店，還留啲街路嘅角頭。等下就鄉下來啲感受一下了。我哋下來呀，素菜啊，唐貢係來到楊梅的必吃客家料理店，而且呢，我家東東哥已經簽到叫它成隱秘空到呀個烘焙地圖，你看看，我現在籌備呀個店呢啊，聽說都有100年的歷史咯，都帶有編號噻。我剛剛點了店裡面的2個招牌，這個是炒粉蟲呀個係客家小炒，我先來試一下我最愛吃的客家炒牛河誒。批嘅蟲嚟試一下，驚為天人！係吃到佢喺客家炒牛貼片都耐到別人知道嗎？係說佢係一種單純嘅秘密，它的料部分呢就會豆腐乾用醬豬牛蟲輕基本的配料，我覺得頭家嘅炒的手法真的不一樣。當中係木卡嘅米頭，你們有點客家小炒嗎？有嗎？沒有。請你們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看看。你們都會來這裡吃是不是？是的。你會喊趕你嗎？對啊，客家的。吃吃看，很好吃，好深哦。你還沒吃呢。我經常來吃過。你經常來吃是不是？對。還有一個來到亞島必點，而且啊，已經有2都他們已經在做宅配了。用時炒粉蟲，試試看啊。
非常厉害。它这个昆虫有口沟，也有 logo， 那会有一些属的感觉，低度混，又有一些圆形，还有重点来了，就是它的姜丝，两颗一点炒都有一点像是炸过，所以味道非常的呛辣。非常赞的，难怪来到这边泰雅都会吃这个配一口啤酒，这个饮浓汤。你们也有点粉肠哦？有，都吃完了。粉肠很好吃哦，然后爱丽丝呢？就是来这是必点的。必点对不对？QQ 嘅温处，牢固嘅饼糕食得呢，从韩看得到富港嘅好光景。呢間老店新店，第1987年開店，到今已經傳到第3代咧。呢下新橋陳立玉負責做食，一出食嚟會甜味嘅客家料理，變做全鄉人最懷念嘅家鄉味。條間喲，海鮮該到了，家生煮的菜好好吃哦，簡單單去無不卡的米頭哎。这个好几代了啦。小快吃哦，就是这个蛹哎，你看它在锅里还会跳哎，还会跳来跳去的。很有理，大家很有理。我们就坚持食材一定要新鲜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食材一定要新鲜。那这些手法是你公公教你的？我本来就很爱炒菜，很爱炒菜的。本乡吃俩做的是蹦鸡还蹦班，而且铁板蛹呢，刚刚是两个昆虫啊，全台湾唯一的口味。你有剖过黑吗？炸过？你有剖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干煎。干煎哦，干煎。那怎么外面有点脆脆的呢？这个口味是真的，全台湾只有我这一家这一个口味，它很特别。除了新鲜，它的粉肠粉都不会跑出来的。对，还有其实炒粉肠的秘诀就是太大锅、超大锅，它也不好炒。对，那炒一锅大概4盘大概要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哇！对，它时间真的很久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很用心要把它炒到焦？外面的粉肠没有焦我们是姜，连姜都焦焦的，它超香的。像你按用加工来啊，又要来负责做下，你懂厉害，很伟大哎。很辛苦，因为当初也没想要回来接这个家业，因为太辛苦了，所以他第3代没有几个人愿意接。看到我公公第2代，他每一次都忙到天亮，他想说这个家业没人接也非常的可惜，对，而且现在做到90几年了，我也不知道第4代愿不愿意再承接下去。真的很棒哎，要给你一个抱抱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因为啊，泰嘎人都有没都要来吃你煮的菜耶。对啊，所以我很多老客人非常担心我第4代接不接。真的，你变作是杨梅大家的妈妈了，大家都要回来正来吃饭了。谢谢。以下10年冇改變嘅美食，不是晒有黏黏鹹意嘅料理，陳太子嘅老式精神，本精神人唔讓路演走來，是為了食到新世界好美食嘅畢業。陳太子對傳統美食嘅堅持，本經過3代嘅家傳菜，繼續飄向下去。沙定我哋拜訪一個專項嘅客家子弟，隔壁因為有乜嘅感動人嘅故呢？天哪！我这一整面给重吻，这样是从最上面5楼跳到1楼去哦。对啊，这是我们从全台各地收集来的窗户，总共有300-400片这么多。哇，讲两件黑件传堂真的看不出来，完全像我现在都两个手菜啊，就是一个艺廊一样，有一点像是时空长廊，因为刚刚给导毕业熟悉皮的那些窗户啊，感觉都是很有年代了。很有背景的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们本身是学艺文的，所以以艺文跟餐厅2个作为结合，让来用餐的客人，他除了可以欣赏到美食，然后也可以在艺文这一面有一些画作的欣赏。真对啊，导毕好像可以寻宝一样。站站干泰國楊梅行業，佢總畢業過後就到台北生活，因為佢係學油畫嘅，退伍過後就到台北。拍下嘅畫廊，見到見發表作品。4年前一隻機會，簽到嘅亞東5層樓嘅老樓嘅屋，熱天轉向創業，見過站泰國改造過後，本期新嘅生命哦。
来，明珠，嗨来冲一杯我们93分豆给你品尝看看。 93分豆，你给黑马该意思啊？我们的烘焙有独家的烘焙，然后送到美国去评鉴，它所评出来的分数是93分，相当高的一个分数。满分是几分？目前在台湾我喝过最高的是95分的。哇，那其实85分以上都算是非常杰出的豆子，然后我们得到93分。 93嘎比啊，是你们自己烘的，对，我们的独家，真的？对，我们的配方豆。都要打毕业张色的豆哎。对对对。真的用没了呀，开这个地方也很不容易耶吼。对啊，但是杨梅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是在这边其实可以用很慢的步调生活，然后在这边生活，在这边创作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。真的，就是你的城堡哎，百宝箱，你熟悉挣来的这些宝物都可以放在这么大的宝盒里面。来，明珠，我们的93分豆已经冲好了，哇，怎么办？可以来品尝一这下。两个93分豆啊，我太紧张了，你知道，因为我很害怕哎，生不出来。光是不是要看这个？因为泡茶要看茶汤，咖啡是不是要先看它原色？对，其实我们这属于是终身焙的烘法，对，所以它的色泽算蛮清澈的，而且不会太深。对，你可以先闻一下它的香气，然后再反将慢慢批就批品尝。到它的酸味了，果酸味都闻得到。对对对，它莓果味还蛮重的。哦，斯拉哈伊蒂还有就迪耶，对它那个酸味跟它的花果香，真紧比上会牛哎。对，它的后劲其实也蛮有韵味的。一了椰到底度去啊，不正干，就是炭焙过后的那种炭焙香哎。对，它的前中后的韵味其实都蛮明亮的，对，很特殊的一个豆子。种尘土嘅配法，本富米、老神米做到平衡，食过後，咖啡清爽嘅口感，本人情味。嘅用是為了本咖啡兩個素泥行較熟咯。站太高用嘅足足1年嘅時間來準備，調下嘛健性嘅過程，你就係以米不用嘅支持老批判，長做得藝術向前哦。好，小卢姐呢就会詹大哥给补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厨房由你来掌厨。是的。今มื้你了搞来做嘛个料理嘞？青酱海鲜面。哦，做西式的料理。是的，放的是橄榄油。橄榄油。对，加一点蒜片。所以两个青酱黑气干。对，我们自己打的，然后冰到冰箱，然后备用。对，我跟你说都是新鲜的。没错，有没有用心吗？看青酱黑没起来，周围一下子就知道了哦。对，最新鲜。对，因为怕会烧焦，所以小火炒。小卢姐，我觉得有一个疑问啊，你看它这样细皮嫩肉的，你应该是被强迫来煮菜的是的，是的。咖喱猪排饭。哇，哎呀，吃这个炸猪排哦，好酥脆哦，吃起来不会太干，因为我们低温炸的，不像人家高温炸的。好嫩哦，这边的猪排不输给日本的猪排耶。因为大哥开了这一个地方，所以就叫你来负责掌管厨房。对。真的，这样他没有好好疼你呢。原本想只卖咖啡就好了，就杨梅，对，没办法，就只能也要加餐了。跟你年代不会做菜发账，是谁教你做料理的？刚好请一个厨师来教我们，对。TP 呛你了高，对。然后教完之后，你们就把他 fire 了。没有，纯粹教我们以前TP 了义务搞你对。跟你年代还做嘛该嘞？美容的，做美容，对。可是对年代是做美容那种漂漂亮亮的，现在要来下厨房，这样不是很大的挑战呢？真的，为爱牺牲哦。对。可会不会你都要，可是周哈沟黑也找到你的另外一种成就感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做厨房真的很累，真的。对。老海sản炒出香味過後，並以自家天然嘅醬醬，香噴噴嘅意大利麵就好食咧。
了看起来简单，地图上有也个坚持，像係食材嘅鹽線、真材實料嘅醬，都係為了本人客，啲深夜泡米絲嘅時節，都感受到一份用心。哇，今日來到亞島邊啊，真係門外大開眼界，而且啊，特別來到有沒呀？第一次看到有這樣子一個像是寶藏盒一樣空間安的東西，而且又係客家人可以呀點點啊呢。对啊，其实当初我们也是想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开这家店。没有错，而且我觉得亚哈吼，刚才的周哈都会跟姐姐后周料理的时间，她也是为了你哦，从头开始学。对啊，他为了开这家店，其实花了很多心思，然后也很辛苦、很努力的在餐点方面。真的好，刚刚来是准备姐姐刚才先做这个是青酱的海鲜意大利面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哦。好，它是你自己打的这个青酱。是的。好，来吃吃看了嘞。酱汁才新鲜打的。真的呢，很新鲜之外，我觉得啊，就是青酱很重要的是改个米头。它非常非常的浓郁，而且青酱啊、螺蛋呀、给海鲜里面懂港米这样，好好吃哎。对，我们的食材都是早上老板送来的，对，就是附近市场。新鲜一定是原则，特别是在周传堂的时节。对，接下来这个是什么？咖喱猪排饭。哇，哎呀，吃这呀给炸猪排哦，好酥脆哦。你看秋啊海它就会那样子哈，酥酥脆脆上。吃起来不会太干，因为我们低温炸的，不像人家高温炸的。好嫩哦，而且还很懂 juicy 耶。哎，这边的猪排不输给日本的猪排耶。你算是用很好的里脊肉的部分哦。对，酱汁也是好几样咖喱块去煮的。我觉得很佩服你们哎，特别是像你那种复合式的餐厅也好，艺文中心也好，所以对大哥来说，你看你40岁过后转到高雄来，那时候真的是一股冲动、勇气勾了勾后，你看你开启完全人生的另外一页。对，其实，在开这个店之前是在台北经营画廊部分，那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年，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，那所以想了好几年，终于鼓起勇气回来自己家乡，然后开一家艺文咖啡。也是因为你回来到这边之后，才认识小卢姐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，只是转了一大圈之后是同学吗？国中对学长，她算是我学妹。对，真的看要原本要做的漂漂亮亮的，要回是周亚给厨房很辛苦。刚开的时候每天都凌晨3点才睡，因为还不懂，就是每天都是处理明天的食材，做了1-2个月才比较顺手。现在可以正常时间睡觉。不过每种小卢姐刚刚都会周出来时间，你讲的、可以跟先生 Q 他了之后，其实那个是相处时光是很甜蜜的。对，现在又有3年的 Q 他这样子。两公婆伫咧一太前，最尾行去转到熟悉嘅故乡，伫咧到尾嘅艺术变到动成发花，行到创业就从创作穷样，做得兴趣，行做得有意思的空。伫呀，同时实现梦想嘅过程地度，寻到请满足自我，係人生最重要嘅事情。接下來就聽聽我橋下行業楊梅嘅狀下看下了。Hello， 泰哥。哎，你走。按坐，唔愧是我派咩？哎呀，看反水有睇冇？我想講啊，就讓唔叫我來認識一下嘅到尾嘅人嘅用嘅種油雞腸菜。好啊，好啊。咱前線泰國菜地客家人，身體老實嘅佢，自細就想去做工種人。17年前，辭退條路，進到家鄉工種。有啲法師做過嘅佢，對花東殘留嘅農藥地度了解，尤其農業嘅重要性，故所冇用農藥，本期10年嘅態，保有年代應該要有嘅香甜意思。哇，泰哥，嘿，你要粉絲哈？嘿，去到歐買胎耶，而且外面走過來好多間哦。嘿，我你也算細件的。啊，真的嗎？嘿嘿，你好，你做你嘅叫記菜啦。叫記菜，佢冇大咁記出來。
你唔要平常时看到的嗰種嘅叫雞，完全冇看到。啊，为什么要叫一样名字？平常都叫叫雞衰，很慣嘅啦。這你夾雜嘅試試看啊。吃吗？嘿，試試看啊。這就是加膠質當多。好，生意啦，生意拜拜。哦，它的胶质真的好多哦。你拿來燒烤穿燙一下哈，當好食呢。而家講拿嚟炒卵啊。好，炒蛋全当我吃，煮汤没当我吃。既然是有机吧，它就是有虫嘛，对不对？有啊，真的上面有一点点一些些蚊虫的咬天听。像你中文是讲你旁边有苗的啦哈，旁边有苗的，脑波虫的就跳落来。因为蛋糕有塑胶布哈，就落水。天上飞的也不会下来的。最主要落水唔可以淋到湿哒哒的，冇解一落水因为冇菜好賣，咩當艱苦。啊，真嘅。係啊。柑桔葉係長菜，咪係肉菜，唔但將滋養豐富，還有當高嘅藥用價值。站太哥講，為選擇限定有人種嘅柑桔菜，除了係自家食以外，未做得增加農場嘅差別性，當了解有機嘅健性，故做加補養，未來天數健康嘅條路哦。民眾啊，攏介紹下來補養啦，哈，阿美玲。哦，美玲姐。很漂亮哎，哎你用按好上啊？係啊。美玲姐，你要按做都要抹汗。你这采这茶叶啊？很像茶叶吗？哎呀，那茶蜜啊。好啦，这仙草啦。仙草？可是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以为要柜台边是茶叶呢。而且你看几个度后，上都按钮狗凸，看它勾的就像是平地的茶园一样。不一样是因为品种。你係桃園2號仙草，算直立型的仙草，將管系哈，全部哈趴在地上，你兩會起起來耶，不起來耶，會起起來，所以它也是同一棵的仙草，都是仙草哈。真的，美玲姐，看看你这样摘是怎么样摘法？可以教我。我们都是摘上面的这个叶子嘛，这是一心二叶。哦，老茶蜜可用哎。而且你看他们的摘法，摘起来懂养、懂流量的数据啊呢。你懂论啊？很厉害耶！平常时你们在这个。我都差点讲成茶园了。那平常时都是你们两个不都要催眼的都用他做些吗？对呀，用啊。哇，一起来工作这样很好哦。对呀。你是在地人吗？不是。没？不是。跟你那到毕业你呢？南投埔里921被他骗上来的。真的？还叫寄上来？叫寄上来？讲到按后堂。頭擺嘅 Q 品種桃園葉好，蘇神時節愛捲頭葉起來，綁鐵筋，個混做仙草茶。比了甜到香味鹹ขั้料嘅品種，改良廠培育出桃園葉好。雖然膠質較少，不過最大嘅特點係葉嘅濃香。老仙草加工變做仙草乾，做嘅方法差唔多老做茶共用，包括炒茶嘅溫度、推嘅長度都要注意。泡出來嘅茶，真唔會有神秘哦。辛苦你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們了，安子姐。來，一定要飲乜嘅茶？所以本來就做仙草茶。哦，就是剛剛有人叫我都配茶嘅仙草茶。試試看啦哈。哎呀，好香啊！那就真嘅係嗰種仙草味甘甘，臭嘅味道哎。涼下就有仙草嗰種嘅香氣嘅哈。哦，像你種嘅茶吼，就較無嗰種嘅咖啡因啊，吼，所以按不要說唔會講水嘅樣。佢係較強嘅茶，它不是重烘焙的，所以它吃起來其實是很清香的，一陣感妹會懂講。像大姐你自己愛喝這種茶嗎？會啊，尤其是剛好農作物回來的時候，我們農忙嘛，他回來的時候，冰的或者是冷泡茶。喝起來的味道都還不錯，然後吃大魚大肉，喝了會更有解膩感覺，嘿，對，會更棒。但係像喺家茶做落也可以柑桔菜啊，係啊，哦，就按用通啊就 OK 誒，係啊，簡單料理啊，又方便，清湯揉一些調油，提和米頭就會。嘿，有機蔬菜哈，青菜湯啊，那是很有當好吃的。而且其實我們在現摘就已經現生嘞，係啊，所以根本不用擔心。滿足當好吃的哈。那淡
淡的胶质，好嫩哦，还有淡淡的那个胶质。所以肚烘就会那种白白的，还有这种太好脆好甜哦。讲下来，这刚刚咬在上面就听到沙沙滚，很清脆，现采现吃的，当然好。呀，咩又算一种高纤维蔬菜啦，高纤维蔬菜你吃到一堆，你排泄还好，地讲求抗菌嘅现代生活地度，无油盐料理、推理嘅辣火来炒，最简单嘅汤锅，凉凉嘅调味，就系一出好米线咧。唔但将夹有利片，还加做得丰顺食物嘅起甜滋养，做出口味清淡，唔够当贴片，系口感当有层次嘅料理哦。真也很辛苦哎，像那时候泰国尼亚的张奎是周干哈，应该遇到蛮多挑战的哦。哦哟，这段超心酸的。你那时候觉得嫁错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家庭的大革命是最大的挑战。那种班工呢？因为像我们年轻人，以桃园地区来讲，它算是工业区，你随随便便上班也有固定的收入。可是当你当农夫的时候，就是靠天吃饭。刚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，常常都会被我公公骂。他看我们这样子有一天没一天的收入，其实很不稳。然后做有机过程最大的挑战是不能用农药，不能用化学肥料。那怎么办？没东西长。然后公公就会偷偷的给你放个化学肥料。好呀，好多呀，导毕业全部都不吃了。哎，这边导鱼喂，你要倒掉吗？然后公公就会偷偷的给你放个化学肥料，因为你没有东西呀、你要养家活口，有小孩子啊，那怎么办？然后他就哭着跟我公公跪，既然我选择了这样，可不可以就让我去支持我？那时候刚开始我们做的时候，去贷款，农会贷了100万。哦，你那时候很难想象说我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，会哭啊！慢慢几次下来，得到消费者的肯定。然后做出了一番成绩之后，现在连我公公都投入我们的这个生活。哇！你要嫁给农夫，你的心脏要真的很够，真的，心脏真的要很够。太狗，你要好好谢谢老婆一下呢。你看那种过程。不过哈，你像那些中餐哈，现在讲出来天生天养啊，你上满中己就会自然就会回报你哈，用多钱，钱就会捞来。你算是很乐观的，可是老婆一定会担心的，因为生也又出生，对不对？是。不过像现在一路走过来，我觉得说他讲的没错，因为我的存款虽然没有多一个零，但是我觉得说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说2个小孩子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农村生活长大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亲手种植采收，然后小孩子的健康，这真的是这辈子天伦之乐，係用錢冇辦法買到嘅。上市托食物嘅經濟，唔但將係品牌，更係一份本人安心嘅感覺。港中嘅路辛苦，雖然算唔輕，不過總算苦過來嘅。按多年嘅打拼，都化作最清甜嘅米線。低下地皮嘅土地當中種出來嘅食物，這份單純嘅甜味，係在泰國兩公婆轉向過後，真實追求嘅空間，普通到幸福。接下來就聽得我跳下來嚟拜訪楊梅嘅傳統導遊廠了。Hello，你好，洪主你好。排車，有沒有讓我烘健康？要到邊嘅周遊動有名，然後跳下烘嘅周遊安尼。哦，做得啊。哇，可是條架一按用買油幾桶嘅買哦。冷村咧係要愛油嘅拿乾嚟裝。啊，真的，你要記得豆油，這大塊塊嗎？做得啊，做。真的嗎？Tea tail 油。哦，係呀。B層嘅油，哦，好清澈哦，你看。哦，你看它完全的琥珀色哎哈！台灣本身的 Tea tail。點都當有歷史嘅醬油機器，
规件留下來嘅油香，呢件楊梅唯一嘅油廠，對日本時代從入到今，經過嘅100年嘅歲月，一下已經傳到第四代咧，係音樂兩兄弟搶下來經驗。你開始吼，炒埋，就做得了炒埋。哦，你係烏麻。好 ，OK。所以第一步要先炒。係。哇，看到一個機器，我覺得好好奇哦。第一擺看到，這是輕步驟，機器就會按用係冇？係，炒鑊，其他邊個較睇哦？真嘅。邊個較老啊？啊，冇幾老嘅啊，按用冇幾老。像按用炒埋要炒幾久嘅時間？然後我看嘅火力幾大，我哋炒埋嘅火都潤本意，按用炒，差唔多愛3-4點鐘。你下炒啊，係要炒出嘅個香味係冇？係香味嘅，即係麻油嘅風味啊。哦。即係看我嘅麻嘅炒幾熟，有啲人愛較香嘅，我嘅麻嘅就炒。較熟。係較熟。哦。兩人較講究養生，我哋咪要做較麻嘅炒無按辣咧。無按辣咧，該食起來是較養生，該營養讓比較能夠完整保留所以它現在味道跑出來了，等一下油要跑出來的話，就是另外一步咯。炒埋是捱來炒哦，醬油捱落台，當我醬。醬凍都有係嘛？這個也是要看個人的功夫的哦。師傅誒。師傅級嘅。炒埋係醬油最重要嘅關鍵，用火炭火高溫炒出埋嘅香味。漸變嘅高層低度，愛啲順風中等，注意火勢嘅控制。太炒高也係無配辣，都會影響風味。入太高次時就停啲阿爸順頭二湯木水，鼓手兩下有當豐富嘅配炒經驗了。好，呢個已經炒好嘅埋，接下來一步係要做乜嘅咧？一步係撈埋嗬眼粉。眼粉。係。做乜嘅？要再個眼做粉咧？等下你啊埋去，粉位拿到加到一整。哦呀，下波一特別係全部做粉出嚟。喺這裡。你真係懂腰誒？你懂腰嗎？哇！懂出味嘅嗰種香味啊！可是做唔得切夾炒好誒，就容易整哦。炒好嘅吼，要係顆粒狀，眼粉了後也會變粉啊哈，增加它的受熱面積。就像你的咖啡豆，一整顆去萃取會萃取不出來，那我們要把它磨成粉，增加它的萃取的面積。了解。你看看這個磨粉機啊，這一台機器也是很久了，對不對？這台絕對比我老。絕對比你老了哈。對。撈埋整熟，沙丁摘做鹽餅，就做得來醬油咧。啲講求熟透嘅時代，當到自由廠用機器醬油嘅小醬法，雖然講出油較強，唔過較會出油脂，較難保存。傳統冷醬自油用嘅時間較多，唔過質量較高，較耐冰。故所老實人都用萬種擔夾行路來形容佢。朱娜，現在帶你去看油是怎麼出來的。哦，靚色咖啡機。奶酪台。哦，你好。剛剛哥哥有講，你係全台灣那個出油率最高的，出賣率也很高。今日都台黑牛誒，這樣做的不會出油率最高嘞。也要間距啊，要調好。一般嘞。差唔多，哎呀，它平均啊。已經開始出油了。它平均出油是愛浪費。這樣不會打手對不對？難怪呀，佢是講出油誒，對不對？哇，我在這裡耶，真的是涓涓細流誒。哦。可以試試看看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啊。你按鈕講出來過後還要再過濾還是什麼嗎？比自然沉澱啦。比自然沉澱，金黃色的。故說比沉澱過後呀，收回一些雜質，佢就會沉下去，對不對？
有冇？有，也是100%的呀。对呀。粉片很没后油，它是不是还要摸它的触感要用？然后好吸收的话，好吸收就会就是纯度。它会被皮肤吸收啦。就会懂掉 keep 住它，椰发上它就是油比较细吗？因为它更较水。较纯。较水，可是你这个完全没有杂质啊。你这100%纯的。对啊，哇！看亚腿机器啊，应该也是运动机位哦，年纪又比你大了，对不对？比我更老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油车，大油茶这些供料团。小哥挨妈做油的时候，也跳拿模子滚亚腿见到去。啊？见到底不去？嘿，你用个啥？嘿，你见到啊？见到哈，全部见到啊！挨妈都出只绑铁，条皮都把可以绑起。因为懂辛苦啊！望着上哥而接受那个仔细看到他的酱油事业，一直到19年前，阿爸从硬过身，因为唔盼得阿妹13年种地老油厂，没唔甘愿酱油技术冇脱，故所结节接下的阿爸留下来的老产业，看见机器天天的酱，麻油天天的跌下来，特地都係心血。像係露水咁樣按珍貴。係。誒，亞藝媽媽。哦，阿姨，要按好上。亞媽搞藝哋做油嘅。真的哈，我今日聽下故事呢，頭那麼亞上來動講，很開講咧。一整份妹，用妹行業，一媽媽掠下係老油廠嘅技術顧問。除了生產天然油品以外，還做得做出好食嘅料理。喜行業設計機接上老安用嘅好水泥，分享本零沙，本用來天氣都係一份小能好食嘅客家媽媽香。好，把每個牛來補一下要做乜嘅？做雞火子，給下嘅炒油嘅。炒油嘅哦，東部呢吼。好，先落油落去吼。先標麻油。好，麻油。這個係就選做嘅麻油。OK。好，油麻就要。標麻。離不開這個麻油，就像老鼠離不開大米一樣。哦，也給麻油啊。有香嘛？加熱過後又很卡香。有香嘛？剛剛人幾件咧嘅。炸油食幾度，全部都係麻油嘅小米，麻嘅小米啊。做噶。加熱過後很卡香，煮嘢喂。哦。所以一個薄嘅烤完嘅部分係較慢熟嘅嘛。差唔多係落啊多啲。差唔多係落啊多啲。為什麼有一些烤完係不食咧啊？有生病嗎？咩。你吃阿婆煮的雞酒嗎？喜歡吃。我最愛啊！你搭班來都係啊，阿媽，我煮下飲嘅喂。哦，你愛食就會愛好食酒。走後一起。為什麼有一些烤完係不食咧啊？有生病嗎？咩，嘅冇肉嘅。哦，冇肉嘅哦。所以麻嘅好呀，野味啊，然後嘅烤完嘅部分就係炒麻油，係清淡面嘅。唔像人攤做嘅啊，全部炒了幾黑咯啦。係啊。是不是要加麻油做炒這麼補？那個係用一般嘅油炒嘅法咧？一般嘅漢冇啦。漢冇。全部用麻油炒下到啦。營養的傳承。對，做阿婆嘛。做當到咧。做當到阿婆。睇哥哥個頭擺幾萬出來，然後聽暑假年都起價都會做油嘅。係，我車做。係啊。辛苦哦。我頭家都看店嘛，頭前看店嘛。調出料理會好食嘅嘢，啲貨色留時間會把握精準，就唔會冇脫食材嘅口感。看日媽媽當料理嘅炒菜，用下班呢香味上癮嘅麻油炒豬油味，然後結合就好食咧。除咗快炒料理，人家節慶拜亞時節，唔會缺少嘅風板、老葉板，都係日媽媽清香嘅哦。
慢慢今日食材爱动幸福哦，地都做好油过后，出来就做食到伢这个家常便饭。麻油、炒鸡肉。哦，椰酒，这吃都不卡身上会吃到这么多料的。妈妈平常煮出本家的这很家煮这个椰酒吗？有啊，有，都家煮哦。大礼拜四，大礼拜四哦，没有，好补哦。好，感谢来吃两个好吗？好。哦，两个米它就冻好食喽。中nhà心 Q 一天冻好，对不对？哦，很香哦。好的哈。哎，四地油诶。哦，有啦呢，很像香棍呢，好香吗？哦，你知道人家麻油贴片都那条边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啊，冷压的真嘅冇咁樣，佢唔會按辣，有等我炒嘅姜麻過後，麻油會當香面，會香大爛嘅。可是它冷壓就是冇炒按到白嘅，我覺得食起來較順誒。主要就是買炒冇按燒，炒到嘟好吼，唔會。唔係過火。你兩下睇下食較健康過後，這樣有食冇炒按到白嘅，對不對？爭掉，一連米都當好食咯。哦，盡量食。哦，食家啲咯。中人一步嘅生意當幸福嘅。沒有。對啊，全部都透嘅嗬。啊，還有大餸，人家孫的饅頭吧，孫的饅頭，還有機會。好，我來食兩個椰酒哦。啊，當到細每年我講食嘅油，可是我又很愛耶吼，松柏亞種。唔愛你唔愛油啊你啊。係啊。哦。加下白米啊，倒嘅酒、撈嘅麻油啊，完全冇對計較成本呢。嗰種係啊，松柏亞真嘅凍呢，而且看起來嘅湯哦，它用冷壓出來的麻油，它的湯其實比較清。對。看好看冇按糊吼，真嘅呢，唔會按強硬按呢吼。嘅應該沒人鋪出來吧？沒有哦，剛才好私廠買啊，你要分工給別人做一下。然後呢，吃下椰酒啊，要吃得過癮，就是個椰酒，個酒的部分都有拉豆啊的，而且個麻油攞定姜麻邊個有香味走出來。是麻油雞吼，所以雞愛好，酒愛好，麻油還要好。真的。這個我家做的當然好啊，而且我哋下有辣嘅姜下做幾好誒，又有筍嘅姜下。你吃阿婆煮的雞酒嗎？他沒吃。你愛吃阿婆煮的雞酒嗎？喜歡吃。他最愛啊。他最愛吃。嚇？你搭班來都係咪？阿媽，我煮下飲料誒。哦。你愛吃就會愛好吃酒，要吃2碗。不濃他不吃。要2罐。要加2罐，太多了啦。除咗口感拔脆嘅煮椰味以外，還做得老麻油攪麵線，濃濃嘅麻香，老溜溜嘅米香，上磅上稱，長長嘅葉板，Q Q 嘅皮，特別鹹香都好嘅料，食材上顏色。呢度看起來普通嘅食材，實做得適到佢嘅本質，本族當多出一出，強強嘅風景線。哦，真嘅係非常嘅讚到以外，其實我都了下已經越來越少人去加炸油嘅地方啊。哦，也頭擺很多，對不對？也鐵絲腿，而且鐵片也係鐵絲腿，它有超過有100年了，對不對？對啊。算起來已經有誒，它算已經算是台灣之寶咧。像也都兩個後生人啊，我出來食嘅話，出來食家要強喎。看動作啦，講係唔會啦，係。有冇想過我這樣食咧？哥哥。哦，改良時看媽媽切家啲咧做啊，吼，我爸改良時就高神咧，係，伊切家就啥，因為底尾都要減油，腦尾要重點，係。當無限，係。古皮人多啦。油烤啦。阿公傳下來按叫咧啊，無減。團體就真係向大眾。向大眾。像腦尾就不用太準啦。哇，佢咩當有勇氣，當勇敢嘅吼。真嘅啦。老太咩係啊？老太咩係你嘛？老太進來食幾多年咧？差唔多5年。你當時咩係唔盼你媽媽過去進來？
系啊。因为啊，传统产业听讲有新嘅想法，啊，让做在饭行较多年的了解，自家炸油的好处啊，人家都有想过冇咧。也係網絡時代啊，我們慢慢去看網絡，做該網絡啊，做這個宣傳。而且 TPA 2年前嘅食安的風暴的時候，嘅油嘅問題，嗰時間人家生意拍當好吼，大家全部來買真的油啊，對不對？油較好有啦，有漲啦，有漲。對，不過其實我做也很辛苦，你田家像烤箱一樣，寒天可能還較少那一些，對不對？放明天地，人家條南係咪嘅上班有本嘅記憶？對，放到。係啊，條南冇必搞到。嘅時間要凍姜哦，來對飯啊，來對飯啊，飯嘅煮料面香，要不就裂睇啊，裂小果子。很忙人哋嗰樣，係唔攀定咁辛苦啊，真嘅。像做按多年下來，也係應該風險做搞本來嘅新票嘅吼。做得。而且吼，也係唔能像搞本來嘅新票，以後要搞本孫呢。哎，誰有幫阿婆炸油的舉手？什麼？誰要幫忙阿婆炸油？我有啊。只有一個。啊，誰有吃阿婆煮的雞酒？全部都有吃嗎？你以後要接這個炸油工廠嗎？點頭嗎？再問一次，要嗎？要。第5代傳人現在就產生了。現在已經有在幫忙了。要他一點都是天數。懂會做，做。你看看，他說他還沒有上，還忙收購就有天數。對，真的。真的。靠你了哈，靠你了哈。設計油出問題，傳統製油業受到重視，一般人都難了解到背後嘅艱辛。就算這條路充滿了挑戰，葉太哥還係堅持用良心，留不下人強下重擔，百年老店嘅信用，這種醇香綿密嘅感動，用木質老大餅去溫度嘅人生經歷。係乜嘅都變得嘅。食物嘅美食，咪就像生活嘅記憶共樣，一道料理嘅背後都有佢嘅人生哲理。佢哋都係啲經過炎炎嘅路上過後，各地家鄉尋找自家尋找嘅份歸屬感。各位呢，啲年代嘅土地當個神芒大餅，天天呢滋養用梅也的土地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。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受限，18年，四季輪迴有